现代台语版圣经历代志上卷第22章，代笔讲，主上帝的圣殿要起伫遮，以色列人要伫遮献烧化祭。代笔下令调集住伫以色列地的外国人，搁派因的拍照师傅去拍照，为着要起上帝的殿。代笔准备真侪铁做门线的铁钉甲门钮，搁准备一甲袂称直的铜。伊嘛有算袂了的片香茶，因为西顿人甲泰尼人载真侪片香茶互代笔。代笔想，我的囝所罗门还少年，无经验，上主的圣殿着起真堂皇，互伊的名声荣耀透到万国。所以，我要为着即个殿准备，代笔就伫还未死以前准备真侪材料。代笔叫伊的囝所罗门来，交代伊着为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起圣殿。代笔甲所罗门讲：我的囝，我本来想要为上主，我的上帝的名起圣殿。毋过上主甲我讲：你不时交战，杀死真侪人，流真侪人的血。你毋通为着我的名起圣殿，因为我有看到你流真侪人的血伫地呢。毋过你会生一个囝，我要互伊一生太平，无受四围对敌侵犯。伊的名要叫做所罗门。伫伊统治的时，我要互以色列国泰民安。伊要为着我的名起圣殿，伊要做我的囝，我要做伊的爸。我要建立伊的国权，互伊永远统治以色列。代笔阁讲：我的囝，愿上主甲你同在，互你顺利行通，照伊甲你应允的起上主你的上帝的圣殿。愿上主赐你聪明智慧，遵趁上主你的上帝的律法来治理以色列。你若谨慎遵趁上主通过摩西教示以色列的规例甲命令，就会行通。你着坚强勇敢，毋通惊，毋通软。我辛辛苦苦为上主的殿准备金3400公吨，银34000公吨，一甲袂称直的铜甲铁，搁有石甲木材。这以外，你通搁加添。你嘛有真侪师傅，拍照的、铺水的、做木的，以及真侪熬用金、银、铜、铁做逐款工艺的师傅。你着起来开始做工，愿上主甲你同在。代笔阁命令以色列所有的官员帮赞伊的囝所罗门讲：上主，恁的上帝减无甲恁同在，减无互恁国境平安。上主已经将即个地的子民交互我治理，即个地甲子民嘛归顺上主甲伊的子民。当恁着专心专情找求上主恁的上帝，搁着起来去做主上帝的圣所。通将上主的约柜甲上帝圣的器具搬入奉上主的名要去做的圣殿。